人類關注組。上一集人類關注組介紹咗喺1984年嘅劇集《鹿鼎記》入面飾演雙兒嘅周秀蘭，之前亦都喺另一集介紹過喺同一套劇入面飾演建寧公主嘅景代音。關於佢哋嘅故事，大家可以喺片尾 click 過去睇返。今集人類故事嘅主角傅玉蘭同周秀蘭、景代音同樣係透過讀無線電視嘅第8期藝員訓練班而出道。雖然佢未曾做過主角，不過都拍咗唔少嘅作品，大家記唔記得佢呢？佢嘅演藝之路唔算好順利，到底佢嘅經歷係點嘅呢？喺講佢嘅故事之前，各位聽眾記得先 like 呢條片，訂閱我個頻道，同埋撳埋個啷啷，支持人類關注組做更多嘅故事。傅玉蘭英文名 Brenda， 出生於1960年8月8日，佢嘅籍貫係上海。佢喺屋企排行中間，對上有2個家姐，對落有1個細佬同埋1個細妹。1978年，18歲嘅佢喺而家已經停辦，當年位於美孚嘅聖德勒薩書院畢業。當時佢見到 TVB 嘅藝員訓練班招生，外貌甜美、皮膚又白淨嘅佢就去報名啦，並且獲得取錄。畢業之後，佢同好多嘅新人一樣，被安排喺啲劇集度做一啲閒角，好似學生、公司職員、丫鬟咁。不過當中都有一啲比較多戲份嘅角色，好似1980年劉松仁、馮寶寶主演嘅《風雲》。佢嘅角色叫做周雁玲，係一個有精神問題嘅少女。佢喺劇中捅咗由吳孟達飾演嘅奸角一刀，令到對方跌出馬路，被車撞到。當時媒體讚揚傅玉蘭演繹得好傳神。另外喺1981年拍攝，其後1982年播放，由苗僑偉、馮瑞凡主演嘅《飛越18層》。傅玉蘭個角色叫做苗詠心，當中佢都有好多戲份㗎。佢同戚美珍飾演表姊妹，呢個角色唱歌好難聽，但係又成日發歌星夢。佢同戲中廖啟智嘅角色林天光有感情線，而馮瑞凡飾演嘅魔鬼都好中意佢。同一年，傅玉蘭亦都拍咗陳秀珠主演嘅《痴情劫》，陳秀珠嘅角色叫做莊奕玲，同傅玉蘭演嘅尤愛薇係好朋友。不過莊奕玲竟然搭上咗尤愛薇嘅未婚夫，令到佢大受打擊，着住紅衫去到莊奕玲嘅屋企了結咗自己，場面非常之恐怖。1982年，傅玉蘭接受咗《工商日報》嘅訪問，記者話佢喺同期新人入面發展得比較慢，佢就回應指自己運氣比較差，初初都有一定嘅演出機會，但係慢慢就越來越少。不過佢本身都唔係太介懷做閒角或者係可有可無嘅角色，因為識得用阿 Q 精神開解自己咁話。佢話安慰自己，工作量雖然唔多，但係人工都照有得出，而佢亦都有時間喺出面接廣告賺外快，其中包括婚紗攝影廣告同埋畫面中呢個1981年嘅富士330袖珍相機廣告。另外佢亦都提及工作量唔多，佢就可以多啲時間拍拖啦。佢發展得唔順利，除咗係運氣，其中有一個原因，可能係因為佢生得太高啦。佢有5尺7至8寸高，所以如果拍劇要揾個男藝人搭配就比較難。佢自己都有提過，無線好似比較會重用啲身材嬌小嘅女藝員，好似汪明荃、李思琪等等。雖然冇得做女主角，不過佢都好盡心盡力做好每個分配嘅角色。佢喺 TVB 拍咗超過50套劇集，當中都有好幾部令觀眾有比較深刻嘅印象。除咗頭先講過嘅《飛越18層》，仲有1982年嘅《香城浪子》，佢嘅角色汪詠儀同主角莊正儀所演嘅潘曉彤係朋友。
去到1983年，由劉德華、莊正儀、呂良偉主演嘅《腦洞》，佢演一個化名葉清華嘅日本女間諜，佢嘅任務係要偷取神像腦洞，更加要用美人計。傅玉蘭覺得呢部戲好有挑戰性，為咗演繹呢個角色，中意睇書嘅佢仲特登去圖書館揾日本人文化同埋習慣相關嘅資料。另外，佢都好中意行街，觀察其他人嘅表情同埋行為動靜。講到日本，原來佢本身好中意去旅行，同好多香港人一樣，特別中意去日本。本來拍完《腦洞》之後，佢打算同朋友去日本玩。1983年4月15日係東京迪士尼樂園嘅開幕日子，傅玉蘭提到佢好期待去嗰度玩，不過可惜後來朋友就因為臨時有事唔得閒，搞到行程告吹。另外喺1984年嘅任達華、莊正儀主演嘅《為人師表》，佢演任達華個角色嘅前女友。同一年汪明荃主演嘅《秋瑾》，傅玉蘭就飾演芝玲，係一個30幾歲上流社會嘅寡婦。呢一年傅玉蘭先24歲，佢提到接到呢個角色好開心，角色談吐清新淡雅，熱愛文藝，同佢以前所演嘅其他角色好唔同。芝玲引領主角秋瑾走向社會，不過喺另一面，芝玲竟然係同一個有婦之夫由謝賢飾演嘅黃庭君有染。其後感情結束，芝玲就去到日本留學。去到1985年，傅玉蘭拍咗《新紮師兄》續集，佢同楊澤林飾演兩兄妹。除咗拍劇，佢亦都有拍過 MV， 其中包括林子祥分分鐘需要你嘅 MV。佢亦都拍咗3部電影，包括1981年林子祥、泰迪羅賓主演嘅《鬼馬智多星》，同埋莊正儀主演嘅《煲車》，仲有1983年石天同埋曾志偉主演嘅《專叫長腳》，不過佢都係做閒角。1986年佢拍埋1年之後播出嘅劇集《大班密令之都市浮華》，就離開咗無線電視，從此淡出娛樂圈。關於佢淡出之後嘅生活，有網民提及佢之後去咗做空姐，亦都有另一啲網民講去過佢間裱畫公司拎畫，同埋好多年前搭地鐵見過佢幫小朋友拎書包，估計應該係接放學。傅玉蘭嘅外形唔錯，可惜演藝事業就一般。不過咁多年過去，仍然都有好多觀眾記得佢嘅美貌同埋演出。今集嘅人類故事就分享到呢度，唔知大家有咩感想？歡迎留言分享。另外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撳埋個啷啷，分享俾所有中意聽人類故事嘅朋友。亦都可以考慮以 Super Fans 支持人類關注組做更多嘅故事。我哋下集再見。